觀眾朋友，今日個好模歡迎收看福起來，阿明哥劉浩明。今日福起來，小姐伊個佢特別的比賽係全國國中小學行動方案的一個競賽。今日我哋有想到，如果喺亞嘅比賽地位，關從一位推手，我哋古劍雄先生嚟到現場，有人分享講，當初做馬推亞比賽，同時也比賽後背的重點係乜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古先生好。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美容博士行業協會秘書長古劍雄，大家好。今日各位朋友，我哋現場嚟到現場，因為當中我一開始都預嚟講，今日主題係全國的國中小學嘅行動方案嘛。但是同一名嘅我頭唔是，係咪同啲觀眾係小嘅一個，而係買到行動方案，伊地位重點係乜嘅？因為行動方案啦，以前我哋要感覺小學啲啊、國中啲啊、讀書啲啊，就特別都變成講咧，啲讀書個國英數用係咪吼？啊，一個最主要目的，以前差不多3年前，我有去做行政院的行動方案的結架的行動方案的委員，啊，我哋結架已經喺度推廣喺度行動方案的方面，希望遇到事情開始發現，啊，我想我哋一種向上扎嘅想法吼，就講希望大家。小學嘅重點，看到乜東西，你就想到乜，你就想去做。迄段我哋很容易做，唔就一定有壓力。所以我哋希望講嘅行動方案，就用細漢開始就向下扎根嘅意思啦。但是問題係講行動方案，你希望講他可以4年啦，吼，可以簽到問題落去做。但是怎麼用比賽嘅方法？因為人都講啊，將我哋學化用嘅，唔講學下學一球，唔可以比賽，如果唔啲嘢成用嘅。啊，一個方式有個好處講。你喺度比賽了後，伊就開會個認真去欣賞，認真去尋資料。你尋資料迄個，你就會想到講，一個事情要做，一個做了後對人講有乜個幫助。所以你要競賽有個方式就講，有一個時間的壓力，啊，所以一個做出來啊，可能會有跟人講啊事半功倍用安尼。因為一擺嘅比賽有主題嘛，吼，伊啲算是我哋搶人攤牌，伊啲我哋生農教育，伊啲 AI，還有啲永續經營。當初要寫主題，很容易聽出來。其實一個主題就應該全面性的啦，也只是講有的人講哦，一個主題係冇該講好啊吼。像講實農教育過度面，安尼對於個客家來講吼，嗰度安尼以前咯生物嘅啊，有乜嘅改編，有人講客家菜過鹹，如果安尼過甜有用嘅，那人家透過一個行動方案去做啲改變一個事情，所以一個乜嘅都對，還有一個安尼所有嘅城市嘅方面嚟講，所有產業。好嘛，做啲改變咧，吼，也個嘛做啲做行動方案嘅地方。所以你講出來，感覺一個這個好處。所以你講出來講，我譬如我啲師長啊，要做乜嘅，好，唔喺度都其中我正宗要做乜嘅。對生意嚟講，伊行動方面，伊嘅想法同我哋想法冇相同，我感覺不願意就地來發生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啊。因為入邊事業面向吼，其實已經體育路包含了啲經驗，其實最重要嘅事情嘛。伊啲環境嘅部分都搶人攤牌嘛。2035年希望講可以搶人攤牌。同時，我哋生農教育一次都提，我哋希望講我哋採地嘅一啲食材吼，都可以本身人哋地啦，我哋其實採地食材一啲歷史 AI 都唔是講嘅，我哋講未來。所以啲國泰嘅潮流，但係永續經營嘅部分，喺乜嘅地方永續經營，一部分嘅主題其實看名嘅唔係講喺乜嘅東西永續經營咯。即係講生農教育講永續啦，講有個好處嘅講，我哋東西講有在地嘅事嚟講啊，伊唔是講，譬如我唔是日本嘅送過來啲啊，嗬，一個伊嘅流程裡邊會講運輸咩，運輸咧如果我哋可以有時間，喺度在地嘅生農嚟講啊，我哋自家咪。一個黑拉拉的實在片，就沒講沒移動，沒移動的話，你就講唔是有的問題，沒空氣污染也全部抵位。所以從一個實農教育來講，要永續的就講最好的方式就講，我哋希望大家講盡量用採地的米東西最好，唔係講舶來品最好安尼啦。好，所以要方面。唔單止講，其實你今日係注意到一個議題，嗰種議題可以下一擺可以以永續、以用一種嘅方式去經營下去嘛。其實我哋講從我哋一般我講商業模式啦，人家商業模式係乜嘅東西？係講可以表現俾一件事情可以永續做下去嘅事情嘅一種改革嘅方法。但是
有一啲想法嚟講，因為頭講小學都算了，其實有些國中有時要靠高中。咁而對有建設嚟講，對生人有乜嘅幫助呢？有啊，種唔間我哋全國性嘅比賽得名啲啊，伊排序啲啊，我哋比如講國中到高中啲有算一個成績啦。所以一個我哋算全國賽啲啊，對於生人嚟講，就人講嘅有科學競賽用嘅咩？好，伊算是一種科學嘅比賽啦。等於講伊有嘅成績，其實係因為也升上高中嘅時候嘛，我有變成一種證明講其實以前有考過安尼的事情。喺另外一個方式都冇講用講人升學嘅問題啊。其實我感覺，像我哋太好教書咩吼，我感覺生人嘅寒暑比做啊吼。像講嗰度太nhiều講，好好讀書冇做嘛事，其實安尼都最高又未講過吼。因為生人嘅某一項做一個事情啊吼，對伊來講，以前咧都太好的，唔講到高中太好研究所啲啊，先人講講同學我做嘛咯。老師唔講忙啊就做忙啊，那這樣就是太被動誒。所以我剛剛向下扎跟用意就講，生人的開始寒暑就開始來修，伊想要做乜嘅，伊自家個有自家想法。想法底下唔會本講太人講，我要傾論來行用嘅呀。所以我當時會想要嘅就希望講我哋生人的多樣性，不然個冇相同嘅講環境來咧。唔係像以前嘅寒暑啲就像我讀書，我係咪會講啊？開玩笑講，我讀書嘅人吼。寒暑唔係，以後都太不見得是鬼成才安尼啦。我有一句話講啦，後來做調解吼，差不多都以前嘅人種下定。怎麼？因為伊哋冇嗰種嗰個特殊嘅嗰種保護啊，你反正係要每天聽一秒，但是我可能都存下來，我都遇到一種個容易去創作，個容易去創業嘅等於，嗰時人家講嗰度睇調解吼，以前會係種下班嘅啦，種下定嘅學生啊，唔係嗰種聽，因為聽定咧可能都去讀博士嘅呀，做醫生嘅呀，做醫生、做教師啊你啊，研生人啊做生意咧，要想要創意歸創業啊，對人來講，寒暑不言有一個乜嘅想法，也做自己用嘅。通常嘛，感覺到個重要講，因為我哋常常講啊，都太黑嗰時候，那有一個解決問題的能力。問題係吼，啊，啲教育地方用各種高中，如果按你用嗰種，像我哋以前啊，固定的教本，好固定的題目，那有冇解決問題的能力？一直都太好，人家講啊，老師講，那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前冇必用，後來都有安尼。一個就唔講安尼，講我想，我當時我設計一個就向下扎根的意思就安尼，迄種冇安尼做，唔見得都太啲，有個問題係出來，連解決的問題都唔會啊，冇寒暑就冇做過啲人講。從調價講，我市場去買嘅，調價講唔敢嚟買講，一粒西瓜一斤20元，報告老闆也一斤20元，因為相反人講20元係啊，我做得用呀，我喺現場喺農地咧個一斤10元了，我做得買，又會想一個解決的問題。唔係講像人講，你去市場可以多錢安尼呀？係啊，尤其係面臨到我哋可能會來一個 AI 時代地步，能讓人解決問題，其實那係挺未來，伊哋可以去生發，甚至可以挑戰世界，伊哋可以創造一個能力。但是講到我哋比賽本身來講嘅話，啲乜人可以報名，很容易報名。以我哋當時設計係要想咋個就。全國的國中小學都做得，也係分，譬如國中嘅比賽、國小嘅比賽應該係有，我有分，因為國中嘅結校，按有一種方式啦，有種講麻煩個，譬如我結中禮拜有一個學生要結中，有三個結校，按有結中嘅結校，這樣人家就變咗變咗結中嘅，有嘅結中嘅，好，所以我哋變咗就按結校跟結中，第二我哋做要求有兩個先生做嚟代言，因為生意上出來啲啊。還是有先生跟人天數哈，有一個嘛個發想對吧？他們也做演以來對吧？有做得跟人討論啊你，所以當時的想法，生意來做啊，太人俾一個指導用啊你，所以我哋感覺一個是希望由下上安尼啦。咁因為提供有兩個先生帶隊的嘛，然後個生意的一種一組地方差不多一種人啦，兩個人都6個人，兩個人都6個人，對，做乜個有兩個人都6個？6個跳哪還不比2個好啊？我的意思當時是希望各多人一個變一個 team，迄種說唔請一個人2個人做啊，單薄，迄種6個人都會分工，好，所以當時就冇講限定嘅，做滿2個人都6個人，因為有啲偏向嘅小學哈，一般地方冇咁多學生嘅咩，不能強求他講可以多人，按6個人偏向2個生人做得，按迄種讀書嘅唔講多5個人6個人嘛做得，所以冇相同，2個人到6個人，我哋都結識啲啊，而8個人吼，
伊嘛做在分工安尼啦。嗰時其實嘛有考慮到啊，人哋偏向其實可能是一般地方人事如唔拉白，可能有的話如一啲人氣如一啲量7、8個人係係啊，然後下一個可能3、4個人氣，那個掉出一個6個人係啊。嗰時等於如果有考慮到啊，人哋偏向更加目前的一個教育人數的一個問題。佢從人哋報名以後係用一啲小學，伊的學校一組係咪？兩組，伊的學校兩組，係做在兩組。咁一兩組會產生你的這個學校這個一個天。好。加同時，如果出咗去到伊的名單上面報名。錯，冇唔錯。而家人哋報名幾簡單，人到都地步已經有本來個 QR code 掃進邊一排做一簽，啊做啲下印入邊地步。啊，一個對人哋來講，希望大家鼓勵更多年輕人。尤其客家種嘅吼，幾多啊嘛做啲用語言來改變啊，行動啊，樣做啊，所以一個樣改變啊，比如講啊，學生呢，如果地咩講，線上又搞得好唔好，人哋客話樣講好多年，其實唔用一個方式，你做得要最緊要就講係使用樣嘅教，樣去做，樣嘅變嚟講，唔係講線上教人哋用。人哋一度樣，一吸收一度啊！也許我哋反其次嚟講，聲音嚟講出來可能會更好。冇錯，有時聲音嚟係人哋講，聲音嚟係接觸者，接觸者有可能而家有些聲音會見面講，我要按到我無佢我方式嘅，嚇，因為天都打開來，可能無佢我嘅教學嘅方式，係咪有一種教學嘅方式其實夠適合我哋？好多個是夠適合教。合法嘅一件事情，可能聲音你會有這個想法。而發現問題嘅呀，我係想去解決下問題，我用乜嘅方式，我一多年來做乜嘅，我哋做得透過一個行動方案，到最尾嚟講，我希望一班人一樣去做好冇。所以我當時就講，本人聲音有一個階段用呀，人對一個事情，我就人有興趣吼，其實人冇識法嘛，係唔會做。冇錯。嗰時也為伊哋解決事情的行動方案，其實我希望講我哋嘅聲音呢，可以主動去發現問題，同時去解決問題。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返過來，復起來嘅。上一套節目，我哋顧建雄先生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馬街按照全國國中小學嘅競賽。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因為頭先有講過一啲比賽、一啲報名嘅方式的嘛，嗬。但是比賽內容咯，跟基本應該嘅小年呢有些主題可以比較，但是一定按樣嘅去做出一個初步嘅一啲比賽內容。一個內容要講哦，就講我哋看到問題都有講到嘛，看到問題啲啊，有一多條嘅問題出來，天然上就講有問題要解決，要解決之後講，我哋地方講，我哋有需要嘛，啊提出一個行動方案，講有需要線上冇，有需要同行冇，有需要我哋市政府冇，有需要我哋區長得到天數冇，或者是真工作天數冇，最後我哋都提出一個行動方案啲啊，最尾講我哋嚟叫會做好。因為有壓力的時間，係要我哋壓力嘅希望1年以內啦。哦，所以地方嚟講，本身呢有個時間，哦，我哋當時會設計就講，先要發現一個問題，發現問題後，我哋要討論一樣做。頭先唔是寫太多，我哋只要拿個議題出來，差不多8到10頁，冇超過10頁，又做啲圖片有用嘅。啊，至於嚟講，有個種出來啲，我哋大家都嚟遴選，入選係咧，我哋就全本去做，開始要做研究啊呢。哦，咁呢其實同我哋一般後來我哋是申請幾多個國家機構嘛，嗬，我哋學術上面要申請幾多機構，基本嗰種形式其實幾長，嗬，啲人發現你一啲學術上冇乜問題，嗬，按這個。像我哋是講嘛 reference 講 PE， 好，睇下你以前對一個問題有用嘅一種討論嘅，好，啊，你咪講就討論以外，你咪想到一啲新嘅方法，好，一方法可以讓人去解決，可能花一多時間去做一件事情啊，嗰就等於如果其實喺100個人以前睇幾多幾百地方可能要讀到嗰種一個場。前邊我哋國中小學呢意思啊，但是一部分都想我講，像有2個先生，有2個先生角色都變成幾重要呢？
俺們規定是1到2個啦，無一定說一定要2個先生。一個人的意思就講有做的坦然大細人，一個人的人講哦，3個細人、4個細人的想法可能比一個先生的主動的更好。哦，所以俺的意思講，俺們無限制，俺們最多無超過2個啦。所以俺們對細人來講，俺們一個主題，俺們以細人的為原則。好，細人的俺們做先生的人來講來輔助他。好，有的要請那咧哦高材啦，請那咧食材啦，請那個東西了，也去，比如講喺圖書館請資料先生嘛，都得跟人批人去請嘛的呀。哎，這個部分哦，因為其實你知道，民意版啊的國科會的審，大概因為歐內知道，都吵我為什麼？因為民意的冇共用的內門哈，而這個因為講嗰東西佢重要話，評審一部分按用去，啲按用去先評審，同時評審按用的角度去talk。細人的伊個作品，因為你看啊，涉案吼，我哋神農教育，我哋的 AI，哦，因為 AI 其實算是一個他個人會注意的事情嘛。然後同時我哋的槍狼談判，我哋用作經驗，也係種無共用的一種派門的世界。平時按用我去看一到我哋呢比賽的伊個內容咯。其實平時吼，我哋會請哦，像我哋裡邊嗰度教書哦，全部應該做研究。其實我哋請嘅全部都講座教授。哦，做補種的人了，像楊洪東用補種，安尼就做補種。像我有做過個安尼嘛行動訪問的行政院的委員，安尼個就看過多無相同的地方哈。安尼會搶吸引的市場來看來遴選。安尼最主要是學生的要有原創性，最重要。一個原創性話，雖然哪怕是一個小的一個問題出來，可是對伊來講，伊會商用的做乜嘅最重要。唔係講人講嘅，像講 AI。講出一個問題，也會甲人寫出來。俺一看啊，俺的人工的吼 AI 寫出來幾百吼，全部大同小異。俺希望尋一個各無相同的，所以俺做那麼講哦，一個議題就最後是在地化最好。好，比如講，嗰種講，內埔的米農，相同無相同，同台北市的用的想法無相同啊。像台北市來講，比如講以市區的生意講，俺看到俺的。人工好找安尼鐵窗火啦，不多人工鐵窗這樣，我不是鐵窗一發生火災，迄種人逃生門比都市的全部死的鐵窗頭先，剛才喺都市些人講，一個鐵窗我用給個，俺那邊那個講，像俺那都市裡邊講吼，其實俺那鐵窗是一個文化的歸懷款，啊一個有安全機模，假如俺設計些人設計一個做的鐵窗吼，又做那種逃生用呀，今天有發生火災。一空下來掉，眼係做得變得白下一樣嘅，所以一個台一樣嘅，所以對新人來講，一個語言係有相對嘅問題。其實我感覺最好嘅對人來講吼，就真正自己去做，眼哋欣賞唔係講指定去做乜嘅。嗰個也意思就講，雖然講啊，前面我的主題有時一個多樣，但是其實創意一件事情。好，因為跟我講有炒的了，從那博士的語言看到，一看到點講，哎，這個嗰種我都有看過。係錯。哦，嗰種其實講創業還有天意採地法。唔係沒有真，也要計劃行通計劃，係唔係解決講採地的問題？冇得講你採地裡面看到有問題以後，你熟悉資料，你設計嘅一啲行通方案，其實也要古一計劃裡面其實係最上嘅程度嘅。冇錯。主要係比如一個問題吼，做嘅冇好啦，做嘅冇一水，下來按槍咩，多賴片嘅吼，多沙起啲啊，沙起有人嘅家庭廢水，好又有宿主嘅，以前有宿主嘅冇，就講還有乜嘅呢？農業廢水咧就種喺下底啊，中油做中油都下游都起米那邊有個污水處理廠，一個生年研究對有擺有生年有上到講研究安尼測一個水質，係一個對人生年講，他自己想要去做就講，伊個關心一個環境，又本人偏發毛，係一個最一來講，所以一個東西，創業中讀到一種生年咧，咪會想講本一個本幾個人去做，因為人對一個事情人有關心一個吼一條河壩。搶唔搶最重要啊！而家人講，迄種老本人能上去做呀，一定載體嘅學生嘅有冇上去做啊？你啊，嗰時也一點地方，其實係講出來另外一個重點，講唔單止係創業採地方，還有你要行通係唔係做到？係唔做到好呀？人哋環保局會採納一個意見，一個最重要就行動方案，最重要就講希望新人嘅本人嘅一個意見。
也歸創業，願意有想到另外人想唔到嘅想法。因為有啲會想講啊，佢有創業來講，我以天馬行空啊，講啊沙火箭，係錯。佢根本冇人技術，冇人能力，冇講即個本身的伊個能力嘛做唔到嘛。其實也係行動方案，等於如果你那伊個想法而已啦。想法啦，細年呢，伊小學結種開始啲啊，到高中啲啊，到大學啲啊，以為用個你啥去，你一個國家，你一個產業有乜個東西做得改變，伊想到東西，伊韓式看到乜東西就會變咩，變啲啊就會想講，哪樣做？我感覺一個就每個細年有一個啟動一個想法吧吼，我相信講，喺度以後做一個以後，我做頭家，我用乜嘅？好，對人來講也相信一個對伊來講是偉大啟蒙力啊！我相信係，因為真正伊如果透過一個比賽以後，伊如果開始想講，到底我喺環境地方有乜個度到乜個問題，以我能力來講可以熟悉到用嘅自信，然後獻出用嘅一種行通嘅一個方法，還有一步一步來嘅方式。咁最重要嘅，想問一下比賽嘅點講？排名嘅樣排，排名吼，其實我一般來講，比如按照隊來選啊，譬如講決勝同決中，我會選15隊入選係咧，我會俾5000元咧，一半年嚟要做乜嘅？要買片檔啦，要炒茶來的啦，唔可以查資料啦，吼，最起碼我都攞銀行去來後，我做得切。也要睇佢哋入選係先看文數，係抄文數去決定講15隊，好15隊係咧。只15歲都有5000元，也算是補貼伊下擺幾百地步的一些收費，還是講入選以後的嗰種熟悉資料的事情。入選以後不，一定要做一個研究咩？他咪講，而家嗰度前人帶人嚟講，人哋當時的考慮就講，希望講人他敢同我做啲啊，人做啲討論。連片同人哋有必用嘅，所以也跟人哋冇關係。最主要是講，他咪先生嘛會教研究講。迄種以後我做一個資料那種分析之後，我講我去報告啲啊，先生嘛，我教研啦，好，所以也個人哋一般來講，人哋希望細年咧，過場也個就有15隊入嚟啲啊，人哋會排到差唔多，今年12月8號黑嘅吼，到明年5月23，人哋要有半年嘅時間，俾人去做研究，做嘅研究做啲討論咩，到最尾嘅時候，人哋因為咧，他家啲比賽啲啊，而家上台報告。我做匯報嘛做得，做 PPT 嘛做得，按上一講啊，本人一組講10分鐘，10分鐘講起嚟吼，人哋會評審，人哋3到5個評審啊，會問3分鐘，另外7分鐘再本同問同答，好，所以按呢20分鐘一組，我相信細年嚟做乜個事情吼，應該會大部分講出伊個想法用嘅。冇唔錯，咁也要辦人類啊，嚇！而個等於講第一階段入選以後嘅辦人類，一辦人類愛做資料熟悉以外，伊愛做一啲行動嘅一啲實際去運行。錯，哎呀，就係唔會得到名啊，嚇！就一定要做出一個有一做，不管成功冇成功，一個東西資料有數據出來咩？所以一個東西。唔係做一個行動，唔係講每個人做全部會做，像水質一樣嘅，唔做一道算一道，嗰道東西有做人講就有資料出來，你講出來的話大家有本安尼啦。冇錯，你真是有去做啊，如唔單是資料的嗰種書是我看得到啦，同時他嘅義務都提供，你係咪真係有到現場，有真實去操作過嘅？你 AI 做嘅，冇錯。可是也要行動方案咯，唔單止一本細年嚟可以去熟悉我哋資料，同時伊嘛阿細去講，也到入選以後，伊可以做乜事情？休息一下喎，下個節目我哋賣嗰度好精彩故事。翻返過來福起來嘅，上次節目我哋顧劍松先生嚟到現場同我分享講，我哋全國國中小學行通方案嘅比賽係一種用嘅評分嘅方法。但是我想問下，相信他個年紀會想我講，除了辦人好，你現在15歲以外哈，辦人後來都開始報告嘛，可以用筆報啦，冇得講有資料嘅展現啦。咁報告係咧係按樣嘅評分，評分嘅標準睇入睇嚟啊。
評分的標準其實要看學生的當時的表現用的，因為那個頭頭我有講過，一個只要的呈現出來的哈，其實細年的也在表達哈，最重要。所以那個地位行動方案地位其實有包括那個都開始做啲發現問題，做那個問題，一樣的去跟他跟你講，所以那個可以表達，其實細年嘛愛學。很多無學啊，講唔出一個地位東西，所以一個最重要講，迄種行動做回來解決問題解決你要呈現本，他講你就像主持人樣的，唔可以講佢很條理的來講出人家想法，啊，最主要細年的講出一下東西，所以評審的地位吼，歸籠統歸台，有內容，啊有做到一個目的，啊對一個社會，對一個學校，對一個俺哋呢象徵有改變，一個就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啊，啦。所以唔講來每個題目、每個答案冇相同。唔係，因為學校每一題其實我喺度寫題啦。你都講，我哋咧學生啊，喺準備嘅時候，唔係可能今日節目題啊嚇，創意最重要嚇，在地化最重要嚇，嚇同時人哋伊啲解決事情嘅能力最重要嚇，也頭中我已經透過我嘅問題，其實我已經寫題本啦，我哋學生嘅同時，我其他冇題啊，佢都是係上台去報告時間。好，頭頭先頭我有講嘅，你要報告嘅能力啦，講話能力啦，表態嘅能力啦，你資料準備，嘛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表現。好，嗰時我相信觀眾朋友咁樣看到今日節目也係呢記下來嚇，係咪細年嘅上個比賽時候，頭當我哋故事上已經有講嘅哦，一啲東西全部最重要，咁獎金咯。一個應該獎金佢要何，我講各種提名啊，嗬，我哋每個團隊。有4萬元哦，係哦，呀4萬元裡邊我跟大家報告咗，我哋裡邊有2萬元到3萬元細年來參加啊，我哋一種因為學講會天數嘅，所以我有2萬元裡邊有分細年嘅2萬元，2萬元分學校團指導欣賞，學講咱做得拿1萬2，指導欣賞做得拿8000元，我哋透過一個呢情形跟你講，我哋大概是一個團隊用嘅，啊跟學講也有，我行政學講裡邊嘛做得費用嘛天數嘅，所以。我感覺一個董事，我哋設計一個意思，我哋希望問細年的主題要拿最少一半的錢，唔係講2多錢啲啊，嚇，下邊留到嘅學講團先生唔會分細年，所以我哋一個講個居民一天我有一半的分細年的錢。係，一個重要啦，因為有時就會有幾度會講，譬如講我哋線上嗰線路啊，自動等等，無如果學校有幾度乜行政的費用，我叫我總細年都冇存幾多錢嚇。雖然講遇到學生嘅唔可以去計較啦，但是其實我哋嘛可以正向去鼓勵，去細年嚟講，其實像以按你啲比賽來講嘅話，眼努力其實本身嘅人群眾，也係唔知個我得到一種獎勵。其實我哋各方面都本希望講，學講支持，欣賞有付出，啊細年真的有成長，好，這是我哋最重要的目的。希望講細年用一個事情來發現一下，我相信以後遇到社會，甚至讀研究所，好，一個對嚟講，細年就人講嘅，會發現問題的啊，唔會講本人欣賞都，大家都唔，我做乜嘅人都唔對，那這樣的話，對嚟講，伊可能冇主導權用嘅。因為有啲問題我一直有一啲感覺到，因為初頭我有冇有講到講，因為係全國各種小學嘛，因為佢種講我哋對面一排口罩來講嘅話，一見人嘅口罩，我真係發現到講，我會有一種擔心，有一種城鄉差距，因為有啲口罩呢，譬如講佢搶人嘅嘅某個人嘅一啲最有名嘅一啲狀況，一做某個做光電板嘅。伊種嗰種東西，我哋鄉下細年嘅，咱有安尼資源去做安尼種。如果嗰種講，今日條南冇屬於，係基本冇屬於，那麼冇安尼環境啊。所以我哋科學研行科學嘅，我行動嘅就行動對一家家鄉、一家附近唔看到乜東西。像講班班有冷氣，唔講班班有冷氣，一個議題可以寫咩啊？我全個每班都有冷氣，啊水滴下都有咯。喺度研究一個關於西方嘅事情，可是一個西方嘅事情有一些解決全國性嘅問題。喺度我哋提出一個幾好嘅行動嘅方案啦，嗬。啊，你唔講教育部講，我有班有冷氣嘅話，對嚟講，我哋都市嘅冷凝水跌下去，有冇5.5度？啊，對嘅環境，喺度都唔冇該做成立啊，就嗰度冇呢會哋咧生出來。所以一個唔係講
你聽到中像科學家，像講安尼光電板的豆，我感覺其實我是感覺是行動方案對我來講，當時的思考的方向是希望最後載體化的東西。係因為常常我都發現到講，因為其實像我哋咧科學嘅展覽嘅部分吼，科學比賽嘅部分，有時我真係發現講，冇安尼資源冇得個地方嘅話，真是冇辦法。輸到起跑點用誒，真是。但是講到行動方案嘅話，其實就從頭到尾嘅古先生有講到講，其實解決載體嘅問題。好，因為像人的平時嘛，看到安多一個事情以後，你都覺得哎，以後嘅東西真是有解決到動體載體嘅問題，也真是那係我哋呢個比賽裡邊最重要嘅事情。可是觀眾朋友，假如你即個講，新年嘅時候我去參加下比賽吧，真是唔是講講啊，即個係咧啲偏向哦，啊可能冇安排資源公司，啊嘛可能冇安排嘅東西都帶到新年嚟去全國來去做調查，唔是。今日啊，啲先生有講到講，解決載體嘅問題，載體化也創意。還有自己本身解決事情能力，那係最重要的。但是我哋一直冇講到講，馬上報名，隨時都在報名。到12月初8號截止，一個簡單的就抽籤，都講啊，你事態的方向，咪講到發現問題啦，因為解決問題啦，我提出一個行動方案啲啊，來就提出來啊，好誒，也扮演做到來就，要做到某個地方，他又是提出來本案的地，所以一個應來講。應該唔會影響嘅，只是一個想法最重要。所以12月初8之前，麻煩來送過來，我哋要做啲送醫，我哋台灣地區美容博士學院向嘅網站，你大約幾多時，一個全部貼嘅封面有看得到。如果一次報名到12月8號，係錯。12月8號以後，如開始進入所謂貼白書面的一種審查。我哋12月22會聽到公告，公告係嚟我哋會揀錢，5000元本，4年嚟開始，能做得就開始嚟做咯。我哋認同呀行動方案，你就做得開始做，一半年嚟做到明年5月底，我哋要嚟比賽啊。好，所以一個應該希望我哋設計一個啲，唔係講要都市要規劃，其實一想下，我感覺問題解決嘅問題是最好的。因為也真係個重要，雖然講我哋講唔係講他個利用一種改善的科技、改革技術吼去發展新嘅東西，也總係嘛個重要。但是其實我哋唔關係生活地位，吼冇得講我哋嘅福建地位，有幾多個事情，雖然講佢唔吸引，但是其實。一切影響到我哋，好，同時跟住講，我哋生意嘅可能啲嘢什麼地方都發現到一個問題嘅時間，從線上開始討論，係，我都講同同學開始討論，一定提講，也可以用我做哦，好，啊，一種東西其實都係我哋咧行動方案地方，其實而家上我希望講，他個人嚟提出來一個問題，咁從嚟一啲方案提出來以後啊，咁有乜個小訣竅？因為小學校頭話一直講嘅話，所以你真是有認真去做一個事情啦，你就會問先生，你會去請資料。所以一個小學校就人講啊，我用一個方式講，人講說故事，講故事。因為人家故事，比如我改編一個事情，我用去改編，譬如我要做嘛做一個事情，我做嘛解決有嘛事情，我最後我會達到某個目的。你聽過有人講嘅，將你做完有個起承轉合，有冇有？你聽過一個原因，我就講。最簡單的就是唔該所看到嘛嘅，就是越簡單越好。因為對一個事情唔係講行動的方案，唔係講過大，我希望解決一個細項的事情。其實由小而大的話，我感覺嗰多東西真的是人講咩小螺絲嘛，小螺絲其實會變成一個太重東西一樣嘅。所以一個最重要，我就討論一個問題講，嗰度上下用見到啥用安多。以前沒有盜採砂石，做乜用木咯？因為現在做太流嘅全部用鋼結構，砂石用得少，唔嘛做啲探討一個議題，做一個，所以一個對地方來講，都市的人唔會想到一個問題。冇錯，因為也唔係都市真的自己會面臨到問題嘛。有啲軌道人哋偏向啦，無論我哋地方上，生意呢可能來來回回喺學校上課下課時，一路看到個平常為了太複雜嘅路況，行上，如果上到個都係度啥送去那些嘅。對啊，所以講對一擺發展的事情一樣啊，一個現在有下來，雖然你有看到個問題啦，而迄種要請資料，對我嚟講，一個河道，我哋愛護它嘛，喺無人可能變咗一個下來啲轉彎用嘅，對一個整體的影響，
載體的陽陽歸台，所以也那個議題咧，對人來講哦，也其實嘛做得用，也許唔會解決那個台問題，可是他從小處做嘛用會變啊，那個情形變得很嚴重安尼，所以我希望各種東西哈，就是希望透過聲音的演繹觀察，也就是最重要的啦。嗰時喺11月8號以前可以報名，報名係可以試驗去體驗那個的。你獎金貴豐富哦，真是，係啊！但是想講啊，各種全國的各種小學嘛，嗰時冇分講係哪一樣事誒，哪有分各種族群小學組，所以兩個有分開比賽，所以俺哋要用小學嘅評審，各種用各種嘅評審，所以分享大家吼，其實來挑戰，感覺要聲音的。家長嘛相同，還有一個機會，其實唔該參與啲聲音的，我感覺你個親子關係會更好啊。冇錯，而且同時嘛，真係去訓練聲音的，可以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一點能力。但是我在想講，嗰種都在報名吼，幾多番的應用去評是對出來啊。就按他個伊來講，他個學術界相同啊，按可以公正公開吼，按希望幾多人來參加。一個好處就講。他講有咧，人哋會公開咩？所以有啲東西評審這樣嘅嘛，伊他們做唔得敢講，萬人會超萬人嘅，因為幾多議題冇相同，呀議題冇相同，人哋會經過好幾輪，人哋會初選複選，人哋迄個人最後嘅一個 final 嘅時啊，會做出一個決定。我希望我唔會因為唔會讀書人、上下人有什麼差別啊？佢有個行動，你即個意味講，一條一幾吧，後來可以對沙期某個國家有乜個影響？佢睇啊，因為人講呀，嗰度東西係真容易重視，譬如講你是這種，其中你重視聲音的工作啊，也呢個貼切人講小市民的心聲用嘅咩？冇錯。我講嘢嘅真係幾多幾重要一本，我哋呢太管這條糖度也好，伊講伊嘅施政方針哦不嚴，有一個幾太愛是感覺幾太影響啦。冇錯。演過底一個人講同行。下面咧，人講點線面用嘅咩？伊見個底面咧，有啲人看咧個反，演咧個點喺咧起伏上安咧，所以我感覺一個真是迄種的拖到啊吼，就為本教育嘅啦，啊本安尼我哋咧政府呢條方面一定有一個另外一面最重要嘅一個影響。冇錯。嗰時觀眾朋友喺11月8號以前唔好記唔得去報名哦，我哋咧全國各種小學行動方案的比賽，有冇感謝我哋嘅顧金松先生嚟到現場分享很多安全賽事情？係感謝主持人，然後也感謝全國嘅他分享來也參加一個行動方案的比賽，係希望一個比賽本身也有一個逐夢嘅一個平台。感謝。休息一下喎，都聽下啲先生來強下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